为了解这回杜苏的风台对着淡市龙鱼业的灾害损失，议会召开专案报告。乱局表示，目前只有大北啊石刻有符合救助标准，不过近来持续好大雨，渔网加营运等龙鱼业的状况也会持续关心。一旦案例会当向公所提报，会尽速来勘查认定。会中渔网嘛关心路树，不管是因为被风台吹倒，或者是破病熊熊倾倒，已经是威胁过路民众的危险杀手，所以除了要求厘清管理维护的环节，可以唔通因为人力有限，影响检检查核的进度，同时要求推动民间领用。这在府中街的路呢？它上面有9重葛，然后它一样是倒得一塌糊涂。那这个路是在巷子边，所以这应该是你们管的没问题。但是呢，你们要告诉我说，因为我们列管的它叫做刺头，它不是9重葛，好，所以照理说这个你们也不能处理啊。然后你们前面跟我说属地主义，现在东西在你地上了，你又告诉我说，我要看品种，对了我才能处理，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就搞不懂，那到底这个归属是公务局，还是又要找说到底谁中了9重葛，所以谁就要处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交通的安全的部分，现在连路树，因为随着这个路树它年纪大了，然后我们没有确实的察觉到一些异状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第一个要建议的是说，我们在这个路树的这个安全的检查的部分，可要增加一些，再琢磨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委外的，因为我们增加了资源预算以后，自然就有多的这个预算，然后去做不管是树的健康检查或者是树的检修，这都很重要的。那还有一点非常。本席一直很关心的，就我都有一直提案说，我们不管是路树或者是我们公园，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认养的机制。这个认养的机制目前显然我们公务局既有的这个自治条例的诱因是不够的，所以变成说我们好多的事情都是回归到政府本身要来做。但我们都知道，其实要跟社会、跟民间的力量结合，才能把整座城市的绿美化照顾到好。路树管理，其实在路树，其实我们有做全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测，那是但因为我们的整个我们辖内的行道树其实是数量是蛮大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检测里面，其实会针对比较不好的树木的话，我会做一个包括它的安全性，还有它的全面性，会做一个比较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整理啦。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在往后的持续在都进行。其实，在之前在2、3年前，我们就已经持续在进行。那目前会继续在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工作。有可能进行认养。在认养这个部分，其实只要民众有这个需求，认为说他是可以去认养，那我们也会有这种认养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机制来做处理。议员除了关心农业损失、路树的潜在威胁，也关心各地饮水的状况到底如何彻底来治理，以及区域排水的防洪标准，至于唔通设计拢讲无问题，结果大雨一来也是淹水。台湾新闻，阮是林英庚采访报道。